因為咧，上次我有個片咧講緊叫人單手倒油，我就係好擔心，其實冇針對任何人嘅。即係我睇到我一個鑊咧下邊咧，佢個單手倒油，而佢啱啱初學，佢個手力咧佢係肌肉係未練成嘅。咁跟住咧佢咁樣倒法咧，好容易用力過度。所以起初咧一定要揾個殼去扶住佢，或者勾扶住佢，就唔會咁容易受傷。咁因為好多同行咧，或者嗰啲廚師咧，佢都問我啊，佢話炒鑊咬傷咗個手腕，而家有啲人佢已經做唔到嘢啦，勞損咗啦，勞損咗，咁點搞咧？咁我自己累積咗啲經驗啊，係點樣做咧？其實咧，我哋唔好等佢真係勞損咗，或者隻手用唔到力啦，炒唔到嘢啦，先走去做一啲運動。係有啲運動可以舒緩嘅，或者痛嗰時咧係點樣做嘅，我可以講講呢啲運動。呢啲係我得翻嚟嘅經驗啊。其實咧個手腕痛咧，其實我哋夜晚咧收工啊，係要鍛鍊個手腕嘅啊，即係坐喺度就得啊，咁樣。拉直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其實咧，我有段時間都同我廚房嗰啲師傅一齊做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跟住咧，隻手可以咁鍛鍊下佢嘅，可以咁鍛鍊下佢嘅，即係隻手可以咁鍛鍊下佢嘅。跟住咧可以咁鍛鍊下佢嘅。咁咧我哋每個人咁拉下佢咧好緊嘅。其實有時玩手機啊嗰啲嘢咧，你隻手咁樣鍛鍊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佢都會鬆嘅。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，比如你隻手呢啲地方咪有啲痛嘅，好多時呢啲地方會痛嘅。起初就可以咁壓，呢個係初步嘅壓法。慢慢對住係咁樣壓，係第二步嘅壓法。佢有啲人咁都唔得噶啦，佢隻手如果勞損咗咧，佢咁都有啲痛噶啦。再嚟咧緊啲咧就咁樣交叉隻手嚇，交叉隻手嗱，睇住交叉放落去。有啲人係撳唔到噶，係撳到咁多就已經撳唔到落去噶啦。佢隻手咧係好用唔到力㗎，所以咧呢度係拉鬆翻啲入邊嘅肌肉。當佢咁樣定住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數佢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數佢30下，甚至乎30下又鬆翻佢，慢慢鬆喎。你鬆嗰時，你千祈唔好嘣一聲鬆啊！嗱，鬆嗰時咧係睇住嚇，鬆呢個好緊要㗎。咁拉完之後，隻手指慢慢鬆翻佢，即係逐步離開個台面，明唔明啊？你唔好啦，突然間嘣一聲鬆喎，我就得。但係如果受傷嘅人咧，你壓開佢之後咧，你要記住啦，要慢慢壓完，慢慢鬆翻佢。等於我教人哋烏低身，烏低身起身係咁樣起身嘅。有啲人踎低咧，一伸起。佢起身頭暈，嗰啲血上咗嚟，佢咪暈咯。其實咧，起身係要慢慢起身，個頭起身，咁就唔會暈嘅。咁每一個動作都係拉肌肉、拉嘢都係。其實拉完咗之後咧，呢個係用力嘅對抗嘅，係有一種力對抗佢，咁樣由你咁樣拉翻出嚟，伸翻直，就唔係咁樣冇效果嘅，係咁樣。要呢隻手拉，呢隻手往拉翻直佢，係對抗力嗰個肌肉嗰個嘢就鬆弛練翻佢嘅嗰個張力嘅。咁所以咧呢個大家咧，我哋做廚師嘅咧，不妨翻屋收工嘅時間大家做下啲手腕操我就教大家做呢啲都得嘅，好多套動作嘅，玩手機玩嘢都得嘅咁隻手好緊嘅時間咧，影下呢度。重複啦，我而家重複大家我驚大家唔記得咁樣10次張力咁樣10次張力將嘅時間最尾放翻嘅時間要拉對抗拉翻直佢
對抗拉翻直佢。一個咧就係咁樣嚇，重複下嚇，定佢30秒，慢慢升翻上嚟嚇。你可以咁嘅，自己咁壓下佢都得嘅嚇。如果兩隻手唔得，咁壓下佢都得嘅。咁做下呢啲地方咧，就舒緩個手腕，咁啊冇咁容易受傷，鍛鍊下佢。